北港朝天宮媽祖來到府城老區，信徒提香參拜迎接，當中有一位媽媽撒着罹患重度腦麻的7歲囡仔等候，互廟方董事注意到，特別互因軟腳腳。我真的覺得很幸運，真的很感動。其實原本廟方提前公告市區無開放軟腳腳，也毋過媽祖看到小朋友也是破例，梨林國小校長帶領棒球隊成員佇咧學校邊仔美加自由堂等待1點外鐘，總算是看到媽祖的軟腳，相當歡喜。媽祖也是聽囡仔短短20秒時間完成軟腳腳，體驗到難得的宗教信息。這回北港烏面山媽對1916年了後，相隔109天，過來到府城，展開10天的南渡巡禮，沿路不只有信徒入教，也閣特別來祈求平安，見證歷史性的一刻。今天放假就來帶阿媽來，看到媽祖就歡喜，就感動了。小時候，嚴格有記載，在清朝時代，那山媽來府城，把歷史恢復，風華再現。這屆北港朝天宮從咱的這個書店大天後宮，會當講兩間宮廟，大家非常的用心啦吼，所以到這屆重新恢復100年的這個香路。台南順着甲北港朝天宮的8重傳統，由新營太子宮中大元帥做先鋒官，對溪壩各大聚落一路往南，閣沿着安平、安南、七股、將軍、北門等沿海地區回橋，總共經過大台南17個行政區，繞內滾滾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